好多香港朋友咧會問一個問題：石岐同東區邊一個咧更加適合香港人？簡單講啦，如果你想生活成熟、買餸方便、日常配套齊全嘅，石岐同東區咧都係可以優先睇嘅地方。但兩個區嘅感覺其實係唔一樣嘅。石岐咧比較似中山嘅老城中心。商場多，人去足，生活氣息濃，食飯咧買餸行街都方便嘅。對香港人嚟講咧，石岐最大嘅優勢就係熱鬧同成熟啦，唔會覺得太冷清嘅。東區咧就相對更加舒服一啲嘅，城市界面新啲，居住氛圍好啲，有公園、有學校、有改善型嘅住宅，適合想住得舒服、環境好嘅朋友啦。尤其係退休自住，東區會俾人感覺冇咁逼啦，但生活咧又唔會偏。但你要記住，石岐同東區都唔係所有樓盤咧都值得買嘅。石岐咧要睇樓齡、停車、噪音同人流是否真正有支撐，東區就要睇位置係唔係真東區嘅核心，唔好聽到東區兩個字就以為一定好嘅。如果你問我點揀，我會咁講：想熱鬧方便人係足嘅，可以先睇石岐；想環境舒服長線自住嘅，可以睇東區。但記住哦，唔好聽到石岐、東區就一定好。最後咧都要睇翻具體位置同樓盤本身嘅。你最近有睇緊石岐或者東區邊個樓盤嗎？可以喺評論區打低個名，我幫你分析下，睇下係咪真係適合你啦。記得點讚關注 Damon 講灣區，灣區字唔使坑。